俾我哋傾下你嘅推文啦，因為佢經常出現，甚至今日佢都預料到咗呢一點。我嘅意思係，你發嘅一啲推文睇起嚟係，或者至少支持咗一啲人所講嘅陰謀論。係嘅，但係我個意思就係，老實講咧，你知道其中一啲陰謀論已經被證明係真嘅。邊啲？就好似亨特拜登嘅筆記本電腦咁，呢個係真嘅，係嘅。咁所以你知道嗰係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情。Twitter 同埋其他網站都係積極壓制同公眾相關嘅信息，咁係嗰件可怕嘅事情發生咗啦。呢個就好似干擾啦。但係你點樣做出選擇呢？你冇睇見。我嘅意思係，就你幾時參與嚟講，我嘅意思係，例如即使喺今日，埃隆喺 Twitter 上面發布咗有關喬治索羅斯嘅消息，我揾緊嘅。因為我想確保我引用得正確，但係我意思係，你知你自己寫咗啲咩？但係你基本上咧，我話呢件事令我諗起萬磁王，即係你知啦，大家冷靜啲，呢件事又唔係咩聯邦大案嘅。你話佢想侵蝕文明嘅根基，仲話索羅斯憎恨人類，即係當你做咗乜嘢嘅事 ，OK？ 但係點解要分享出嚟？點解要分享出嚟？特別係因為我意思係，點解要分享出嚟？當買 Tesla 嘅人未必同你一樣睇法。Twitter 上邊嘅廣告商都未必同你一樣睇法，點解唔直接講？喂，我哋冇嘢，你可以同我講，我哋可以喺其他地方傾，你可以同你朋友講，但係點解要睇廣泛嘅分享？我意思係呢個係言論自由，我有權講我想講嘅嘢。你確實係咁樣嘅，但我試圖理解你點解會咁做，因為你必須知道呢個會俾你處於國家黨派分歧嘅中心，俾你成為批評嘅焦點。我嘅意思係，你中意咁咩？你知道？今日啲人話佢係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我唔認為你係咁。我唔係，我就好似一個親猶太主義者。我相信情況好可能係咁嘅，係嘅。但係你點解仲要提出咁嘅諗法呢？我哋唔想將呢個變成對喬治索羅斯嘅採訪。不天邊，我一啲都唔想要。但我正喺嘗試嘅事情，甚至喺年度會議上被提出咯。我嘅意思係。你嘅推文會損害公司利益咩？有啲嘅特斯拉車主會話我唔同意嘅政治立場，因為佢成日分享自己立場。又或者有啲 Twitter 廣告商 Linda Yaccarino 會走咗同你講，你要收手啦，兄弟。又或者你知啦，我睇唔到廣告，因為你有冇推文講嘅啲咩？你知唔知？我諗起嚟，公主新娘入邊嗰幕，好正嘅電影，好正嘅電影。喺嗰度，佢面對咗殺害佢父親嘅兇手，佢話：俾錢，俾我力量，我唔在乎。所以你根本就唔在乎，你想分享你想講嘅嘢。我會話我想講嘅嘢，如果咁樣做嘅後果係賠錢，咁就咁啦。好嘅，但係我嘅意思就係，當你鏈接到某人談論喺德克薩斯州艾倫市一家商場殺害兒童嘅兇手嘅時候，你話呢個可能係一次糟糕嘅心理戰，我唔係好明白你嘅意思。喺嗰個特定情況下咧，有一個不知何故，咁並唔係話有人被殺咗，但係我認為呢個被錯誤地歸咎為白人至上主義嘅行為。證據就係某個鮮為人知嘅俄羅斯網站，該網站冇任何關注者，係。咁同埋嗰一家公司發現呢個係 Bellingcat 正確嘅。你知道 Bellingcat 係做咩嘅咩？心理戰呢？正確嘅。我甚至無法真正理解你到底想要表達啲咩。呢個就係我好奇嘅部分原因。我認為將其歸咎於白人至上主義係胡說八道。好，而且相關資訊嚟自一個無人問津嘅俄羅斯網站。然後又好似俾 Bellingcat 呢間做心理戰嘅公司咧，神奇地發現咗。然後咧，順帶一提，佢證據證明佢唔冇證據。我會話，亦都冇證據證明佢係
你想喺 Twitter 上討論呢啲？係，因為如果唔係事實，我哋唔應該將佢哋歸咎於白人至上主義。